7月10日，7位聖弟兄 The Seven Brothers and Saint Facility 殉道。喺馬克奧里皇帝統治羅馬嘅時期，迫害天主教嘅悲劇層出不窮。喺羅馬有聖婦斐理西達同佢7個兒子捨身致命，獲取殉道嘅榮冠。一門忠烈流芳百世。聖婦嘅瞻禮日係喺11月23日，而今日7月10日就係紀念佢嘅7個兒子嘅瞻禮日。斐理西達係羅馬嘅一位貴婦，佢篤信天主教，丈夫死咗之後守寡，就全力傳揚天主教，勸化咗好多異教徒歸正。全家母子8人同時被捕，總督就勸斐理西達背教，保存全家嘅生命。斐理西達就回答咁話：威逼利誘都唔能夠打動我嘅心，天主嘅聖神喺我心裏邊，決不讓我服從。總督就咁話：你自己要死就盡管死啦，但係唔好連累你嘅親生骨肉喎。到咗第2日，總督又傳斐理西達同佢個7個兒子嚟到庭上，對斐理西達咁話：你可憐你嘅孩子啦，佢哋係咁年輕。斐理西達轉身就對佢嘅兒子咁話啦：我嘅兒子，你哋舉目仰望天國，耶穌正在等候住你哋。你哋應當忠貞不屈，為咗保存靈魂，英勇戰鬥到底。總督就叫7個兒子嚟，逐一詢問佢哋，控騙同埋苦嚇佢哋。7人都意志堅定，表示寧死決不背教。總督就將佢哋拷打一頓之後，就押喺監裏邊，呈報皇帝處決。皇帝下旨就將7人分別以各種不同嘅死刑去處決佢哋，而且讓佢哋嘅媽媽喺旁邊睇住。7個兄弟中，耶勒略被皮鞭活活打死，斐理斯同埋斐理伯就用亂棒打死，西文諾就由高處推入河中浸死，亞歷山大、維大利、馬許爾就斬首致命。滿門忠烈，壯烈犧牲。與古教馬加伯母子8人前後媲美，彪炳史冊，萬古流芳。聖額我略就讚美聖婦斐理西達，佢咁話：呢位聖婦不僅係致命一次，簡直可以話佢致命咗8次。
當佢每一次親眼睇到親生嘅孩子流血致命，就好似親身受到死刑一樣。從第一個孩子慘遭殺害嘅時候起，佢嘅致命行為就已經開始啦。輪到佢自己被殺，已經係第8次嘅致命。由本性嘅角度嚟講，作為母親，睇住自己嘅親生骨肉被殺，必然係悲哀。但從超性嘅角度嚟講，佢因兒子嘅英勇就義為主捨身，又感到無比嘅喜樂。聖女大德蘭佢咁話：人生如此短促，我哋應該多想係點樣去死，少想係點樣去活。